陪你閱讀，陳培德牧師同你遊走書海，想你愛上閱讀，邁向成熟。陪你閱讀節目由舊年嘅9月初播出到今日，啱啱整整1年嘅時間。我哋堅持喺每個星期嘅節目裏面介紹一本好書，盼望喺呢一個閱讀唔被睇好嘅年代裏面，盡力做一啲流轉嘅功夫，促使信徒同埋教會重新將閱讀列為自我成長極重要同埋必不可無嘅一環。最近我哋接連失去咗2位中外教會重要嘅作家兼領袖，一位係斯托德牧師，另一位係曾文芳牧師。我哋會喺節目當中介紹佢哋嘅作品嚟到去做紀念。今日我哋會1連2集呢嚟到先介紹斯托德牧師。斯托德牧師 John Stott， 佢係喺1921年4月27號出生喺英國倫敦。佢爸爸係大國首級嘅私人執業醫生，媽媽係一個呢有濃濃嘅信義宗信仰傳統嘅信徒。佢非常之睇重仔女嘅家庭宗教同埋藝術教育，受咗父親嘅專業訓練影響，自細斯托德呢就好喜歡觀察禽鳥同埋昆蟲。佢曾經有一度呢係迷上咗搜集蝴蝶，後來呢佢就愛上咗觀鳥，呢一個成為佢畢生最深嘅嗜好。佢喺學業嗰方面嘅表現呢，一直都係非常之順利同埋出色。1943年呢，佢以雙1級榮譽嚟到係獲得劍橋大學3一學院嘅雙文學士學位，包括咗現代同埋中世紀語文同埋神學。佢精通法文同埋德文，佢被推選做研究學人，留喺學校繼續攻讀神學。1947年，佢以神學第1名成績嚟到去獲頒文學碩士。佢自己平時呢有活躍喺大學嘅團契、合唱團、大提琴嘅演奏，同埋呢係成為英國戰士出色嘅學生典範。經過咗牧職訓練之後，1945年尾，佢就喺倫敦嘅聖公會朱靈堂 All Souls Church 成為牧者，一直去到1950年，因為當時嘅教區長出缺，佢就成為咗英國聖公會最年輕嘅教區長。佢以禱告、釋經講道、經常嘅報導、初信成長同埋信徒系統造就5個大嘅目標嚟到去治理教會，吸引好多知識分子同埋專業人士慕名嚟到佢嘅教會。斯托德喺朱靈堂重視維持高質素嘅講台，亦都成為咗福音派神學喺倫敦重要嘅橋頭堡。佢嘅釋經講道信息曾經讓好多再浮再沉嘅靈魂重拾生機。喺中上層嘅階層社區當中，佢又不忘推動向後街嚟到去報導。佢嘅教會甚至呢喺 West End 嘅大型商店當中駐派教牧，直接向社區裏面嘅基層同埋青少年顧客嚟到去做一啲適時嘅牧養。1967年，佢同佢嘅門生合組咗 National Evangelical Anglican Conference， 對於聖公會教會當中嘅敬拜同聖道、社會同政治等等嘅議題做好深入同埋認真嘅探究。結果好快呢，受到教會裏面廣泛嘅認同，迅速咁嚟到去填補咗當時教會有傾向天主教派系嘅力量，讓福音基要信仰成為英國聖公會新嘅力量同埋新嘅主流。除咗參與聖公會嘅教務之外，斯托德亦都呢係 Keswick Convention 嘅主要講員之一。
佢又曾經擔任過英國福音聯盟嘅會長、TF1嘅主席、英國校園團契嘅4任會長、讀經會嘅會長等等要職。喺國外方面，60、70年代佢曾經6度係應邀去美國嘅校園團契3年1度嘅 Albana 嘅青年宣道大會擔任大會嘅講員。喺歷屆嘅世界福音會議裏面，佢亦都係扮演非常之重要嘅角色。斯特德嘅屬靈視野係非常之遼闊。1975年，佢雖然喺朱靈堂提前退休，改為教會嘅榮譽教區長。佢轉為擔任靈豐信託基金嘅主席。1982年，佢開始成為咗當時啱啱成立嘅當代基督教學院 Londo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嚟到係擔任呢一間新學院嘅院長。呢一個嘅學院係以維真學院嘅藍本嚟到係作為一個信徒嘅學院，目的係幫助信徒自我整理生命、整合信仰，同埋為生活嚟到去提供裝備嘅場所。為咗實現佢嘅理想，佢推遲過擔任主教、大學教席或者做校長嘅機會。事實上，1959年佢就已經係被召聘擔任英女王嘅御用牧師之一。1983年，佢獲得英國嘅聖公會頒贈最高榮譽嘅蘭帕特神學博士榮譽。1991年，佢亦都係被聘為英女王嘅御用特級牧師，可見佢係非常之備受重視同埋尊貴。斯托德亦都係一個非常出色嘅多產作家，佢嘅著作有50種。1950年佢出版嘅一本小冊子《Becoming a Christian》，曾經被再版超過100次。1958年，佢將原嚟係寫俾宣教士作為訓練材料嘅內容，出版一本新書，就係Basic Christianity， 中文叫做真理嘅尋索。冇諗過呢本書大受歡迎。喺45年裏面呢本書曾經譯做25種嘅語文嚟到係翻譯出版，銷量超過200萬本。佢發現戰後嘅年輕一代對教會係充滿咗敵意同埋疑慮，但係呢啲嘅人，佢哋卻時時會覺得對基督係有好感。為咗咁嘅緣故喺書裏面嘅每一章結束嘅時候，佢都邀請讀者以尋道者嘅清心嚟到去尋問禱告，為讀者捉住真理嚟到去立下平穩又紮實嘅根基。全書圍繞住基督嘅位格同埋人嘅需要，基督嘅工作同埋人嘅回應，以及人對上帝、教會同世界嘅責任嚟到去做探討。呢本書喺70年代譯為中文，最初叫做《基督教是否可信》。當時凡係識字嘅基督徒幾乎每個人都會有一本。喺教會嘅年青人當中成為一本建立佢哋十字架真理信仰打好基礎嘅一本好重要嘅書。1992年佢出版咗《當代基督門徒 The Contemporary Christian》呢一本書，由福音、門徒、聖經、教會同埋世界5個角度深入反思信仰生活。喺佢82歲嘅時候，即係2003年，佢又出版咗作個真門徒 Why I Am a Christian This Is My Story 嘅一本書。呢本書帶住一個自傳嘅色彩，佢亦都係一個佢嘅作為牧者嘅心聲。斯托德回想佢多年前喺一個陰暗嘅小禮拜堂裏面，一個孤單嘅學童，亦即係佢自己進入嚟到去尋求神嘅經歷。後來佢回應呢一個世上最偉大嘅邀請，成為基督徒，更加將自己嘅生命獻俾基督，成為基督嘅門徒，為主所差遣。幾十年嚟佢勉勵自己要作為一個真嘅門徒嘅榜樣，至死不渝。呢本書以理性
又不失感性嘅不足，分享自己點解成為基督徒嘅經歷，又抽絲剝繭咁嚟到去解明耶穌喺過去同埋今日不斷向世人發出嘅兩個主張同埋邀請。呢一本精彩嘅書你讀過未？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